大家好，我係蔡偉雄啊。咁上個禮拜啦，我已經講咗特朗普上任嘅時間咧，會對美國同埋甚至全球經濟咧會有咩影響啦。咁就一個開工嘅時間係其實都影響大概30-40% 度啦，都幾大㗎啦嚇。咁啊喺2024年啦，就其實我就出咗本流年書啦，咁就講關於2025年今年嘅美國運程啊。咁我諗咧有兩項咧都已經係應咗啦。咁例如就係咩咧？就係股市方面啦，喺3月、4月、5月、7月、9月、10月啦嚇。股市會因土地嘅問題啦、戰爭啦嚇、就業問題啦、虛擬貨幣啦或者一啲政治問題咧，會有大上大落嘅情況出現，咁啊叫大家要小心少少啦嚇。咁另外咧就講關於波音客機啦嚇，咁我嗰時講就話佢會安唔安全啦嚇。咁而家 so far 就 touch wood 講句未有事啊。咁但係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咧，就中國咧已經取消咗波音一啲訂單啦，嗰張訂單都應該好大張啦嚇。咁我諗波音客機都會有少少麻煩事發生啦嚇，因為可能係你取消咗，你要揾翻買家去買嗰啲飛機咁樣啦嚇。咁另外我亦都有提及到咧有一架咧即係戰機啦嚇，2級戰機咧會空中失事啦。咁如果大家仲記得咧2-3個月左右之前啦嚇，咁有隻直升機就撞咗落去一架客機嗰度，咁成架飛機嘅乘客都罹難啦嚇。咁呢兩樣嘢已經喺我本流年書提及過啦嚇。咁裏邊亦都有提及到咧，就話太乙主算啦係7號啦。咁其實咧就反映咗北美洲咧嗰個經濟能力啦、軍力啦，其實就唔係話想像中咁犀利嘅嚇。再加上咧民機見官計鰲加洋九空升咁樣啦嚇，經濟非常疲弱甚至咧失業率咧會再創新高都未定嚇，或者甚至消費指數嚇、社區設施環境咧都唔係咁理想嚇，市民壓力好大。咁呢個咧就係講關於一個2025年美國嘅運程啦。咁喺2026年咧，北美洲會發生咩事咧？咁個太乙神數盤就講話咧，太乙同主大同宮啊，咁係咩意思咧？咁其實佢就話咧，北美洲嘅總統咧無法動彈嚇，思想行為咧受到一啲限制啊，尤其是喺經濟上投資上生意上都俾人及得好緊嚇。咁主大又沖太歲啦，咁人事上咧意見不一啦，造成咧好大嘅矛盾同埋衝突啦。而且咧北美洲嘅人咧好多人禍出現嚇。當然啦，咁就一個國家裏邊一定有敵人啦嚇。咁北美洲嘅敵人咧就其實咧想威逼呢個咧美國嘅總統嚇。咁但係咧其實就唔係好成功，因為本身咧個敵人咧亦都坐住一個唔好嘅位置啦嚇。咁咧就要去搞北美洲咧，咁應該咧就未必得啦。裏邊亦都講話呢一個國家嗰啲稅收嚇、資本財政嚇，全部都有問題講緊北美洲嚇。另外就失業率消費指數社區呢個設施嚇都好有問題出現嚇。我諗應該2026年咧呢個美國嘅太乙神數盤咧，反映到美國嘅經濟狀況咧就唔係咁理想啦。加上咧美國嘅主選咧喺2026年嘅時候咧係有個8號仔喺度啊，咁咧任何數喺15樓下咧都唔係一個好數嚟，咁所以咧美國嘅經濟甚至係軍力咧都係比較弱一啲嚇。跟住咧就講下呢個卦象啦嚇。卦象咧就咧其實喺呢個2026年嗰個卦象咧就係一支非常之唔好嘅卦嚟㗎。其實4大難卦第一卦嚇。會好容易有一啲失敗嘅情況出現嚇，困境多煩惱多朋友少助力嚇。亦都凡事不可以咧，即係話咧執意去孤行啦，即係佢勸緊佢啦嚇。如果唔係佢就會有破損啦嚇，亦都咧家運國運都好多波折啦。咁所以咧其實咧喺呢個2026年啦，就唔係話即係特別太理想啦。咁好啦，去到2027年咧，美國又點睇咧嚇？2027年咧，其實個太乙神數盤咧就去到2026年嘅一半就開始㗎啦，會係去到2027年嘅一半咧就會完啦嚇。嗰一年裏邊咧，美國咧就會發生咩事咧？就係或者係北美洲都得嚇。總統咧受到威逼嚇，思想行為亦都係受到限制嚇，又喐唔到嚇，加上有官鬼爻嚇。跟住仲有神機嚇，神機咧即係一啲政府嘅黨派嚇，或者佢自己本身
總統嘅黨裏邊嗰度啦嚇，或者係政府機構咧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啊嚇。咁啊，亦都有福利有減嘅情況出現啦嚇。咁啊，加上一啲唔好嘅聲啦嚇，咁啊話經濟咧就業率咧依然咧唔係話咁好啊嚇。咁啊尤其是係咩咧嚇？因為見到天悦同86啊，尤其是就係呢個飛機同埋呢個汽車個 industry 啊嚇，出現咗個好大嘅問題啊。咁啊，加上咧呢個咧太月主算啦，亦都係咧唔過15啊，係7號啊嚇。咁所以咧去到呢一個2027年嘅太神數盤咧，美國嘅運程咧依然咧就唔係話好理想咁樣。不過好彩係啦，佢嘅子孫爻咧就好重啊，即係話佢咧又死唔去喎嚇。咁啊，如果咧我哋咧就用爻去睇太月神數占卦嘅話咧，佢點樣睇咧嚇？咁咧佢就話佢有小空象啦，話佢有少少迷迷懵懵啊嚇，又甚至有俾人好似呃咗咁樣啊嚇，咁啊運氣不發啊嚇，咁啊如果唔聽人講嘅話咧，其實咧就運氣不通啊嚇，咁所以咧就2027年咧即係整體嚟講咧，都唔係一個咁好嘅年份啦。對於咁好啦，去到咧2027年嘅一半至到2028年嘅一半咧，咁我哋就用一個2028年嘅太月神數盤去講美國嘅經濟啊嚇。咁咧佢話咧美國同埋加拿大有好多水喎，唔知係咪咧有雨災或者落雨落得好犀利啊嚇。咁自己軍隊咧有少少失勢啦嚇，咁政策咧有改變啦嚇，甚至咧喺呢個 Mississippi 啦、Missouri 啦嚇、Tennessee 同埋 Kentucky 咧會有火災或者有水災啊嚇。咁其實咧行緊呢個2028年嘅太月神數盤啦，咁特朗普其實都差唔多呢個總統就職咧都差唔多完㗎啦，已經係嚇。咁但係咧亦都講喎嚇，有人咧被革職喎嚇。咁有叛黨咧出現添，係啦。咁我唔知佢係提早退休啊，定係咧佢真係俾人革職啊，定係佢就嚟做完啦嚇。有一個咁嘅 message 喺呢個2028年嘅太月神數盤度啦嚇。加上呢一個咧我哋叫飛符星啦嚇，官鬼爻啦，再加陽九空星啦嚇。咁話咧美國呢個芝加哥同紐約一帶嗰個位置度咧有傳染病啊嚇。或者有啲唔係幾安心嘅事情出現喎嚇，亦都講話咧喺呢個地上啊嚇，同埋呢個天空上面咧容易有災害嘅嘢發生嚇。咁咧嗰一年咧嗰個主算啊嚇，又係一個唔到15嘅數啦，係2嘅數啦嚇。2嘅數都冇問題，再加埋個兄弟爻喺裏邊啦嚇。咁兄弟爻咧，其實就係嚟分財啊、破財啊、俾人劫財啊咁嘅情況啦嚇。咁所以咧，美國嘅環境啊，依然咧就唔係話太理想㗎嚇。再加埋一支太月連卦啦嚇。佢話啲嘢好多阻滯啦，喜中有失啦嚇。出兵咧就會遇到一啲唔好嘅事情啊嚇。最好停止任何糾紛嚇，不宜冒險啦。呢個咧就係2028年嗰個美國運程啦。其實都係唔屬於一個好好嘅卦象咁樣啦嚇。過去嗰4集裏邊啦，就已經講咗大部分嚟緊呢3年嘅世界運程啦嚇。除咗係呢個印度嗰一度同埋俄羅斯嗰 part 咧，我冇講到之外啦，咁我應該就會喺我嘅流年書嗰度咧，就講呢個2026年啦嚇，嚟緊嗰本流年書嚇，就講2026年嘅世界運程啦嚇。到時裏邊咧就會有描述埋印度啊同埋呢個俄羅斯嘅運程咁樣啦嚇。呢啲都係小弟一啲少少嘅計算嘅預測啦嚇。希望大家只係作一個參考啦嚇。多謝大家收看，多謝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做嘅玄學預測、玄學節目嘅話咧，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個 YouTube channel 啊，Master John Choi。多謝晒大家。